Hello，各位科技迷離你好啊！又嚟到今日嘅 Grok 速遞啦。今日係2025年12月4號啊，3分鐘同你拆解今日最熱嘅3條科技新聞啊！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啊！好啦，第一擊 OpenAI 今日終於放咗傳聞好耐嘅 Grok 4對手，佢哋嘅新一代大模型 O3 同埋 O4 Mini。據講 O3 喺數學同埋邏輯推理分數爆表啊，已經打贏晒目前公開嘅所有模型啦，包括我哋 XAI 嘅 Grok 4啊，答唔到痛啊！不過最離譜係咩啊 ？O3 居然有個新功能叫做 Deep Research， 可以好似真人咁喺網上面揾1個鐘以上嘅資料啊，寫翻篇幾千字嘅深度報告啊，仲有引用來源啊 ，ChatGPT 8同埋 Team 嘅用戶即刻就用到啦。企業版呢就下星期先有啊，呢個真係嚇死人啊！感覺以後做功課同埋寫報告都要失業啦。你覺得我哋 AI 會唔會搶咗我哋呢啲 YouTuber 嘅飯碗呢？留言話我知啦。第二擊係咩啊 ？Apple 同埋 Nvidia 傳出第一個大合作啊！據 Bloomberg 同埋 WSJ 爆料，Apple 為咗下一代 Apple Intelligence 已經同 Nvidia 簽咗大單啦，將會喺美國嘅新廠用 Nvidia 最新嘅 Blackwell Ultra 晶片去訓練同埋跑佢哋自研嘅 AI 模型啊，金額傳聞高達幾十億美金㗎。即係話以後 iPhone 同埋 Mac 嘅 AI 功能呢，背後可能係用緊 Nvidia 嘅 GPU 啦。有分析師話呢單交易係 Apple 同埋 Nvidia 關係由敵人變朋友嘅轉捩點啊！哇，果粉同埋英偉達嘅股東一齊嗨嗨啊！不過皮褸王呢又多咗個大客啊！股價今日本錢已經升咗4% 啊，真係無敵啊！最後一擊就輕鬆啲啦。內地嘅字節跳動突然宣布啊，旗下嘅抖音即係中國版嘅 TikTok， 即刻喺 App 裏邊加多咗叫做 AI 搜尋功能啊，用佢哋自研嘅豆包大模型啦，直接同埋百度、騰訊、阿里打對台啊！測試用戶話呢，問餐廳啦，問旅遊攻略啦，答案比百度準好多喎，仲有短片總結。有內地網民笑言呢，百度今次真係別支持啦！睇嚟2026年嘅 AI 搜尋大戰，內地已經打響頭炮啦喎！好啦，3分鐘嘅 Grok 又到尾聲啦。今日你最關注邊條新聞呢？ OpenAI 嘅 O3、Apple 同埋 Nvidia， 定係字節跳動打百度呢？留言話我知啦。聽日再見啦，拜拜。